就可以将其父谢君甘愿一命为应父。哎呀，谁都唔惊哦！求千岁天亮啊，大家啊哭啊，不能不啊心，气强啊主啊！爱速速求情，求皇上派人，表办我去痛快本。杨锡军啊，杨锡军，咋个就老花讲这个很明白的啊？七公主唔系咋个嘅意思哦，也给皇上嘅旨意，难道你跟孔子结婚吗？莫，在下不敢。唔敢就好啦，驸马呀，你好好想，想不给明白来，咱本咋个好收拾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外父，我妻啊，你对嘅来父，
为何从年不应为我比？穷走不马背弃。为父呢？我是你对个来父。顺安太爷，你呀、考虑到如何啊？跟你呀、是莫为难啊哟。一生不爱，跟妹分一面。不可能！你俩哈已经在宫中为奴，你进宫，俩不方便。同样，你要唔答应，乃连死不偿。好好好，我想办法就去咯。同妹款见高前帅，喂，还唔被见前帅？佢曾经认识到前帅吗？开蛋，前世希望。同妹款见过前帅。你真是个唐妹夫。我唔系同妹款，我为弟弟啊，才去做强奴嘛。用般暗用功法，我有讲错吗？你退下！
法以此处修啊！千金之体，你强为奴，做牛做马，爱你老你千岁讲法，爱以后世上世义啊！就好比你千岁，你强前是一个勇的啊，你强后又是一个勇的，系吗？你想要侵死的无？爱的命早就唔在爱自家嘅身上，丧事都由你随堂分辨。是。哎呀，无爱你死，哎，我本日见一个人，去见马啥？杨雪君，千岁，你又变了哦，杨班又变了，变得有同情心哦。哈，同情心嘛，啊，唔过，爱嘅同情心嘛，系爱记老儿相见嘅然后嘛，就爱记断了对你一片嘅痴心。好姑爷，对小姐此心情不变。该唔够嘛？你呀，俩种面呐，实在挺强的，恐怕越看到你呀，脱不了自信。你喜欢做嘛嘅啊？爱做乜嘅？我爱你破相，破到面目全非。你还听说？来人啊！传令，奉上有旨，令杨雪君夫妻相会，带下去。
话语适用于哪？莫非你嘿？我嘿老夫。原来今日每步是用于记你抬头就要每步，不过其无名顶天的嘴气去，有个屁话有，欠嘿。此天已非九流天了，外本啊，谢举，哟，今日以你强素尽，以团圆，乃永世不忘一太恩。今日我已经团圆，你快转去吧。给你，你快走啊！哈哈，杨太爷，千岁，道望奉上其恩赐，用爱见起一面，怎奈穷尽生涯。我就不宜久留了，就此过此。慢我咋？你呀，还蛮见其一面呢。唐外父，掀开面纱，把你心爱的人看一下。既然团圆，好想再见啊！还唔打开面纱就打开，来人！菜。慢。